讲到咱厝内囡仔，若是读国中甲国小的，正正是每一学期都爱填一份学校的成果问卷，主要就是要了解学生伫咧学校敢有互人欺负。这教育部对这学期嘛已经取消，目前是敢若剩台南市的学生有咧写。教育工会是认为讲，比起写问卷，你爱加去关心学生，互因拄着问题愿意来申诉，才才更加有意义。 当年4月到10月，学生就爱填校园生活问卷，主要咧调查校园内敢有出现零地现象，看互学校掌握状况。教育部9月已经无咧做啊，不过台南纸坚持咧做。经过了解，学生唔干那积分爱填名，还有侪侪无共的问卷。有老师反映，这造成行政程序困扰。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认为，学生申诉的管道拍互通才是重点。 在阮的新家，互阮袂放伫心内足久。写完问卷之后，后面要衍生出来的一些行政调查，已经影响到老师的一个行政的一个处理，包含教学现场的一个干扰。应该是让校园更友善，让学生敢表达，而不是每年只有透过问卷才让学生有表达的机会。那如果是这样，那就表示我们台南市的环境是不够友善，才必须要靠问卷来 协助学生处理事情。工会指出，实施问卷以来，常在有学生会故意颠倒写，地主校方后续爱用真侪时间来调查。不过，要校长正面看待问卷的功能，因为当发现一寡小问题，那教育局回应，这是让学生小偷的管道之一。其实问卷内容有多元面向。即个阮发现讲哦，小朋友咧上厕所的时候，有女生去 看隔壁女生上厕所，但是这个代志若是第一时间，阮知影，阮定去宣导去制止嘛吼。但是囡仔都伫这个问卷内底才写出来。透过一寡专家也是实务工作者共同来讨论，阮有发展出阮台南家己无共款版本的问卷，所以咱关怀的面向是搁较多元。 搁较深入。有老师指出，即摆投诉的管道真多元，填问卷定着爱占用上课时间。教育部虽然取消问卷，不过嘛成立考米专线，台南市教育局局会当去共同讨论，营造友善校园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